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在圣殿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拍手好吗？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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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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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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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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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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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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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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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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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谢谢你，谢谢你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面。主啊，你是永远爱我们的神。主啊，你在那宝座上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主，谢谢你自己道成的肉身，成为这个爱的化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会爱，因为我们从你身上才能学得爱。主，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
直到万代。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献在你面前，万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你的心事直到万代。是的，我们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我们献上感谢，定睛仰望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你的慈爱，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万军之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聚集，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施恩宝座前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恳求你在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与你亲近，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同心歌颂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伟大的主，你赐下永生的盼望，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恳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渴慕你的真理，遵行你的旨意。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过，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诱惑，使我们活出合乎你心意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见证你荣耀的圣名。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
耶和华全能的神，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你是掌管天地万有、施公义、好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上帝满满的恩典和怜悯。今天是士林教会社教125周年生日，众弟兄姐妹齐聚欢喜庆祝，献上我们满满的感恩。我们感谢历代信仰前辈，跟随马偕博士的脚踪，一代传承一代，在士林地区发光作盐，留下极其美好的见证，让福音得以广传。主啊，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再一次为教育馆新建工程献上祷告。目前正在进行4楼底板模板件组建、钢筋绑扎以及水电配管工程，恳求主保守眷顾，工程进行一切顺利，工人进出蒙恩蒙福，一切平安。我们将所有施工工程中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完全交托在主大能的圣手中。恳求主，你赐下属天的智慧、合一的心智，让施工团队和建筑师、建委小组有完全的规划，有完备的能力，让所有政策和施工有效整合，顺利进行。我们也恳求主，你赐下和睦的灵，运行在社区邻居的心中，让施工期间的灵损减到最低。神啊，我们单单仰望你，单单倚靠你，我们确信圣灵必大大运行在其中，我们必看见你的荣耀，必看见神的大能彰显。主啊，你是全地的主，你是台湾的主，你是我们每个人的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伤心，你的大能扶持着我们，你的话语安慰着我们。我们相信圣灵必刚强我们心里的力量。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圣灵的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高抹王牧师的口，传讲你的话语。恳求主打开我们虚心受教的心，恭敬倾听的耳，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也让讲的和听的同得福分，并得着益处。让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首先，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池一凡牧师。池一凡牧师，他是花莲寿丰教会的牧师，我们欢迎你。另一位是郭其英，郭其英女士，她住在羽生街，在我们附近，欢迎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感谢王荣一牧师莅临本会，带领3月9号、3月10号的培灵会，以及今日2堂礼拜的讲道。3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是办公室买。下周主日是儿童主日，也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106学年度第1学期奖学金即日起开始申请，到3月31号为止。3月30号晚上8点，在本会举行台北中会北一区耶稣受难纪念礼拜，请兄姐踊跃参加。4月1号为复活节主日，早上6点半在美伦公园举办朝阳礼拜，要参加的人请到招待桌报名。
本会定于4月1号复活节举行圣礼典，要受洗的人请向办公室报名，并预备心参加学道班。以下是目前报名的名单，请兄姐代祷。本会在4月1号下午1点举行士林教会信徒联合追思礼拜，要参加的家庭请在3月18号前向办公室报名。国内短宣新温士林服务队同工已经开始报名喽，要参加的人请到招待桌索取报名表。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的进度，请持续代祷与奉献。以下是关怀协会的相关活动，欢迎邀请社区朋友一同来参加。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主安慰与医治。补充报告：本会廖春英姐的大姑林慈琴姐妹于3月10号安息主怀，预定下礼拜日3月18下午1点在一滨举行告别礼拜，求主安慰遗嘱。接着，我们请何安迪弟兄报告今年暑假短宣的相关事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今年国内短宣的总召安迪。那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短宣的名字叫做新温士林服务队。那其实这个服务队呢，就是以往的福音队。那我们今年想要改个名字，让它变成服务队3个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做一个突破，就是鼓励青少年去邀请班上的同学来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国内短宣。那其实也就是这个服务队。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缺乏着一个机会来邀请班上的同学或是他们的朋友进入到教会一起参与事工、参与服事，然后最后把他们拉进教会。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从福音队变成服务队的这个改名字这个动作呢，让大家可以踊跃的去邀请朋友进来教会，让短宣的宣教的对象不只是参加营会的小朋友，同时也是大家身边的朋友们。那为什么要改名成服务队？大家看到这边有个比较的表啊。那服务队呢，它比较能够吸引学生，然后同时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可以给他们服务时数。这个服务时数呢，就是现在国高中生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那同时，福音队就是过往的这个名字，可能会对外界产生一种隔阂的感觉。那对于可能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接受度也会较低。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改成服务队，让大家可以就是勇敢的开口去邀请班上的同学参加。那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陪伴我们邀请来的朋友，然后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后，保持联系，然后做后续的跟进。那接下来我会报告一下目前短宣的状况。今年我们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改变，就是主办单位是我们新成立的士林全人关怀协会，那协办单位就是飞扬青年中心。那飞扬青年中心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校园团契，那他们在各个校园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团契，然后也在做校园的宣教运动。那他们对于服务队这个活动有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那大家可以注意到下面有个红字叫做强大的同工群，没错，我们就是需要强大的同工群。所以大家如果有在招待桌看到这个报名表的话，就勇敢的签下去，就是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一些资料之后交过来。我们很需要大家一起来服侍，然后一起来接待我们即将要来的新朋友们。那目前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看红字就好，这是重点部分。国高中生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我们想要邀请新朋友的目标。这不是我们教会自己的国高中生哦，教会自己的国高中生是几乎没有名额限制的，大家想要报就报，好不好？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新温场想要邀到10个社区或是外面的国高中生来一起参加，那士林场想要邀到25个。今年的主题是认识自我加上情绪的管理。那其实呢，
参加多年，我们这个服务队或者短宣队，其实学到的不只是不只是在信仰上的长进，那同时这个服务队或是大家熟知的福音队呢，也是让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不管是活动规划、人际沟通、组织能力，或是一些教案的设计，那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就很鼓励各位做爸爸妈妈的，可以推你们的孩子一把，然后进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在招待桌看到，就是今年的报名表，这是封面漂亮，然后这是后面要填写资料的地方。那大家如果因为报名表有500张，就是蛮多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认识的青少年朋友，或是一直想要邀请来教会的家庭，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小孩开始下手。对，那所以就是可以拿这些报名表去给他们。那鼓励就是如果有在学校当老师的啊，或是有认识一群高中生好朋友们的，大家也是可以拿这个报名表去到班上发，或是到授课的班级发都可以，或者拿到补习班去邀请你的好朋友们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做服务。那最后我们也是需要大家的关心，还有代祷以及奉献。那希望我们的目标都可以达到，然后并且大家在这个服务队中都能够有良好的学习。谢谢。让我们同感一灵，同心合意，为了教会的宣教事工一起来努力，一起鼓励我们身边的青少年朋友一起参加，一起参与，一起同工。接着我再补充报告一点，今天下午1点在礼拜堂举行团契会计研习会，请各团契会计务必出席。以上报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20到27节，和修本圣经262页，和修本圣经262页，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20节到27节。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体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我们不雅观的，越发装饰的雅观。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都是肢体。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今天是我们士林教会社教125周年，我们特别欢迎王牧师为我们信息分享。他的主题是在爱中彼此连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在爱中彼此连结。当我们在想到这个连结这2个字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到这个连结这2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在现今的世代里面，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很快的可以得到联系。比如说，你现在想什么，你马上可以传一个讯息，马上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收得到。它是一个非常快速可以联系，交通工具也是一样，四通八达。然后真的是以前光是要从台北到高雄我记得以前常常就是要换车啦，或者是坐那个慢车，都口干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就很晚了。那种感觉是好像人跟人之间要取得联系不是那么容易，还要写信呢。当中可能年轻人不晓得什么叫做写信就是以前没有什么电子的传输，
手机也是什么时候？手机大概是10几年而已哦，可能没有到20年。所以之前哦，我们那个恋爱的时候都要写情书啊，然后出去读书、出国读书要写信啊，那个联系好像是蛮困难的。但是我却发现，在现今的时代，虽然联系很容易，但是连结却是非常不容易。联系很容易，但是连结不容易。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议题，在电脑上面高谈阔论，甚至针锋相对。我看到很多群体在那边谈论什么议题的时候，哇，而且用词遣字好尖锐，但是见到面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觉得好像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对，就是一直都是停留在文字上。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人不太知道怎么看着他的眼睛，怎么去跟对方聊天。我发现现代人要聊天还真难，要边看手机边聊天。好，甚至在那个素食店啊，我就看他们，那个怎样怎样怎样，夫妻呢？夫妻哦，然后小孩子放在婴儿车里面啊，我就在看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啊，也不看对方啊，但是就在滑手机，然后在聊天呢。那对我来讲，其实人的连结，在这种有一种感觉，就是蛮多人跟我讲说，联系很快，四通八达，但是人常常有一种孤单跟寂寞的感觉，不断在啃食着现代人的心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外在环境好像越来越热闹，但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越来越冰冷。这个我不晓得，就是以你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的在周遭的体认。我常常问说，有多少时候你觉得你看看周遭的人，有哪一个人真的在乎你，而且真的了解你？关心当然不用说，关心可能我们会一直问东问西、问长问短，但是真的了解你的有多少？很多时候会有跟我讲说，我不太想分享。我说为什么？讲了哈，要不就是成为家常，就是那个人家茶余饭后的闲言闲语啊，不然就是一堆的他们的想法。可是到底有几个真的在乎我，然后想要懂我，想要听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其实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用了很多的心力在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纷争，因为恩赐的不同，因为导致这个比较竞争，因为文化跟信仰的不同，那个见解不同，互相批评。特别是很多人信主，但是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的背景、他的文化其实不是犹太文化，可是却有一派的犹太文化信主之后，要求他们也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要割礼。所以在这种纷争里面，保罗他非常难过。到底保罗看到大家所信仰的是同一位上主，但是却好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团体。保罗心疼他们，他用心建立的教会内部产生这种纷争、四分五裂、互相攻击。他期许教会应该是各种不同恩赐的肢体，和谐的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面，这是他的期待。他好期待每一个人不是都要相同，但是他好期待不同是很美的，但是不同要怎么连结？这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要维持那个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有时候就觉得连结很困难，因为你想你的，你想你的，你想你的，大家想各自的，就没有办法有一致的想法。可是呢，当要求这个一致的时候，就失去了，很多时候就失去了个别性。在这个两难之间，你要拥有独特性，又要可以有一体性。保罗用一种观念，就是用身体的观念来讲，其实是非常贴切的。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图像是一个身体。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身体，所以你很清楚知道，每一个身体
我看我的手、我的脚，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的手跟我的脚不一样，我的眼睛独特啊。但是他不会打架啊，他不会一直去挖他的眼睛啊，然后一直想要，不会，他不会去攻击自己。他不舒服，他就会想要去保护他。所以他说，越是不体面的，你越会想要保护他，不是吗？那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我才是对的？然后互相之间的那种肢体之间攻击，有时候我在想，在不同的教会待过哈，我做会友，我后来发现，每一个肢体如果没有很清楚知道领受到上帝给他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连结的很好，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连结的。也就是说，这个身体为什么保罗说这个身体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个都是肢体。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有个连结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知道对方也是连结在主的身上，你也是连结在，所以我才看得到你的美，因为你连结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我也是，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需要。那为什么教会会没有办法？很多时候会有之间没有办法亲密的连结，因为如果每一个人没有办法亲密跟神连结，你怎么跟别人连结？这就是我说那个连结的重要性非常重要。但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一开始创造亚当一个人，但上帝觉得他很孤单，所以他需要陪伴，他就创造了夏娃来成为他的伴侣。上帝将爱与被爱的需要放在人的本性当中，那这个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如果没有满足的时候，人会生病。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不需要别人，我自己一个就好。还有一个很多人会跟我讲说，牧师，我一直以来从小都是一个人长大的。我就笑着看他说，所以你都不用有人喂你哦，婴儿的时候啊，就丢着让你自己会长大。我说人跟人之间没有关系是不可能成长的，那个是因为他讲出来的话，是因为他失望，他难过，他讲出极端的话，他不可能是一个人。人如果失去了连结，他会开始枯干。如果你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产生连结的时候，你会有孤单的感觉，你会枯竭，你会开始失落，然后在心中一直出现。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常常觉得在团体当中被排斥，没有人会喜欢她，她觉得，所以她前来求助。那我后来再跟她协谈，才慢慢了解说，在她年幼的时候，因为父母忙碌，没有空可以照顾她。有时候当她需要找妈妈的时候，我记得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她妈妈在照顾那个购货的干妈店，就是干妈店就是杂货店吗？干妈店就传统的杂货店。然后家是在后面。他记得他小时候，你知道一个孩子很开心的时候或很难过的时候，都想要找谁？妈妈。他记得印象很深刻，他讲一个很挫败的经验，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他还有印象，他很开心，他就跑去第一个要跟妈妈分享，就咚咚咚咚跑去妈妈那里，就跟妈妈拉裙子，妈妈妈妈。第一次妈妈跟他讲说啊，很客气的哈，不要吵，妈妈在忙。第二次他不甘心啊，他想要被看见，他想要被了解，他的开心，所以他就第二次咚咚咚咚跑去妈妈妈妈，这次就有一点变脸了。我跟你讲，不要来烦我。第三次，他真的受不了，他觉得妈妈怎么可以不在乎我，这么开心？不是只有难过才会想要跟人家分享他就跑去再拉妈妈的裙子，一巴掌，然后打巴掌完以后又把她推开。你烦死了！没有人就是像你这种人，就是你烦死了，我很忙，你根本就是造成我的困扰，你看不见我那么忙吗？那这个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只讲其中一个经验。他说：“牧师，我没有办法把每个经验都讲出来，但是这个经验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我常常有一种觉得我是多余的，
没有人会喜欢我，我会造成别人的不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内心就越来越渴望有人会喜欢自己，但实际上他却一直都是害怕退缩的，因为他渴望连结，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你是没有人喜欢的。这个孩子活在这个可怕的情境里面，渴望跟人连结，但是他觉得没有人会喜欢他。只要别人稍微跟他聊天的时候看一下手表，他第一个动作就是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意思就是你在看手表，他就觉得你很烦了，我就不想造成你的困扰，所以他就马上会找一个理由就离开。但是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受伤造成的那个失去连结。可怕的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失联。本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有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关系是亲密的，但是因为犯罪人开始偏行己路。这个偏行己路在旧约讲犯罪罪，其实比较不是在讲罪行。旧约在讲罪的时候有两种，一种就是那个射箭的时候没有射到目标，第二种就是背向神，你转背向神了，然后悔改就是转回向神，所以那个是一个动作，就是我偏行己路，跟我愿意跟随主，就是悔改的意思是这个。可是很多人把罪讲的好像都一直在讲罪行，其实人最可怕的不是罪行，因为罪行是因为罪的缘故，人失联，人跟上帝失联之后，好多的焦虑才产生的罪行为。人跟上帝的失联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却没办法跟他连结，亲密的连结。神有差派很多的先知来到世上，在历代里面，有的先知被杀，他就是呼吁说：你们回转吧，回转，不要靠自己，回转。到后来没办法，耶稣亲自来，还是被杀掉。人不愿意依靠，人不愿意相信，人长久以来认为，从小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相信，所以我凭什么要相信？所以一般世人的方法，在失去连结的时候，人的方法是什么？他会开始产生一些行为，要来强迫那个连结的产生。你可以看到，那个人跟人之间那种用强迫的方式去威胁别人。如果你不跟我连结，我就要怎样了？有没有这种人？他会跟你讲说，你如果不跟我连结，我就死给你看。这是一种，我死给你看。就是因为连结失去了，所以开始用人的方法想要找回这个连结。有人用低姿态要去拜托别人，有的人用高姿态去命令别人跟他连结。那种低姿态的人可以放弃自己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主张，只求别人能够收留他。有的人是很努力的，一直很努力的去吸引别人的目光。这一切的方法其实都没有办法达成跟人连结的真正的目的。人开始放弃努力，并且孤立自己。那高傲的人会说服自己说，没有人值得我跟他交往，我不需要任何的朋友，这是比较高傲的姿态。自卑的人呢，他就会认为我不好，所以我不值得别人理我。圣经中许多教导，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这个故事里面，边缘人，像那个天生瞎眼的、麻风病人、妓女等等的，他不只是被社会排斥，他们连自己也不能够接纳自己，他们也觉得他们不值得啊，他们不相信有人会爱他们。针对跟神失联的这个失去连结的方面，人会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找回跟上帝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人其实是有灵性的，有形象在里面，所以其实人用很多方法想出来要连结跟上帝连结的方法。有人会用木材、用石头去雕刻、去膜拜，然后甚至会把人神格化来拜他。因为其实人有这个倾向，他需要跟神连结，跟神圣连结。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就有神的这个灵性在里面。我们好想要连结，但是我们不是依靠他，我们是想要靠自己。所以有人会雕刻出这些神的像，
有的人会把人神格化，比如说像前阵子的师父来供人膜拜跟追随，大庙小庙不停的被建造，繁复的宗教仪式被宗教领袖提出来，结果人们是越走离上帝越远，心中越来越不平安。你可以看到台湾香火处处都是很鼎盛，但是内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投机取巧的人比比皆是。这是人用的方法。刚才在强调连结那么重要，但是失联之后，人想到的是什么？靠自己。所以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是用低姿态的，用高姿态的，其实都造成别人的不舒服。我们好希望有人跟我们连结，是真的轻松自由的，是彼此尊重又在乎的。但是这怎么来？这样的连结要从哪里来？对我来讲，我的体验是真爱从神来的爱，才是彼此连结的力量。在以弗所书4章15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用爱心去说诚实话的时候，凡事才会长进，联手于耶稣基督。那他降世为人，四处去主动寻找失丧的人，无论他们是因为哪些原因被排斥在边缘，他都用无条件的爱接纳他们，给予他们医治，重新将他们接纳回到上帝爱的大家庭中。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在回想，甚至在四福音里面，我每次在回想这些医治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有一些画面。那些画面是什么？就是有一群因为生病，因为天生的残缺，是被这个社会认为你们这些人是不值得跟我们连结的。像麻风病是要被排斥在城门外的，这些比较不受欢迎。但是耶稣来就偏偏就是找这些人，为什么？其实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在告诉我们，他不是讲了一句话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可是有多少人会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不认为他生病？法利赛人认为我很好啊，我跟上帝的关系多好，我照3餐祷告，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这样我的关系跟上帝不好吗？可是耶稣在告诉他们的是，如果没有爱的人，这些仪式只是成为你在彰显你自己的能力，你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因为上帝是爱。你没有经历爱，你用好多的要求要证明。但是耶稣他是一个爱的化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彰显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那不值得被爱的，他就爱给大家看，而且没有太多的道理。他在问这些麻风病或是天生瞎眼的，我在想，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看到生下来瞎眼的，在约翰福音的天生瞎眼的，他们第一时间不是求耶稣的医治。你知道这些门徒第一时间跟随耶稣的人，第一时间是问耶稣什么？这个天生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啊？是他的父母呢，还是他犯罪，所以他生下来瞎眼？其实耶稣是非常生气的，跟随耶稣的人居然不知道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医治跟拯救，是无条件的爱。你还在那边谈说是谁造成他天生下来瞎眼？你是想要证明说，如果他是因为犯罪，所以就不用爱他吗？耶稣才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受苦。耶稣爱人是看你靠自己也好，你因为被欺负也好，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受苦，我就是爱你。我要让你被排斥的这个人可以重新跟爱连结的时候，你才有能力跟别人连结。所以他不跟你谈条件，没有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是被谈条件的，他只问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哇！每次我想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在看，好多人觉得这个人不值得爱，好多人觉得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谁犯的罪？是谁怎样？我们的脑子里面就在想原因，因为找得到
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说那是自找的啊，他自找的。受苦不管是自找的或是别人伤害他，对耶稣来说他都很痛啊。因为一个肢体受伤，不管是因为他从小被欺负，或者因为他的自卑感造成的，我不管。但是耶稣重要的是要恢复他的形象，要让他得到爱。这个无条件的爱，让人开始可以产生跟自己连结，跟别人连结。我看到好多医治的故事，我发现这些人变得很有自信，变得开心的跟随耶稣，因为从头到尾没有被谈条件。我问过一些年轻人哦，我说如果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躺在那里的半死的，如果你过去把他摇醒说，是谁？你是那个受伤的人，然后跟你摇醒说是谁？把你打成这样，强盗。他说你要不要那个饶恕他啊？你饶恕他，我才要医治你哦。然后我说你如果快死了，你还被谈条件的时候，你会怎样？他说让我死吧。我干嘛？可是你知道，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看不到那个无条件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就一直跟自己谈条件，我不值得被爱。过去的经验一直在控诉我们。可是耶稣来，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不管是什么因素，苦难就是需要医治，就是需要爱。不管你是自找的还是别人的问题，爱会带来医治，医治会带来改变。所以其实这个没有条件的爱，让人可以放心的跟自己连结，也跟别人连结。最后就是照着个体的功能，能够彼此相助。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每一位信徒都互为肢体，所以靠着主的爱彼此连结。那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因为我们是相连结的，所以每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全体就得荣耀。如果你今天在服侍一个伤心的弟兄或姐妹，其实你正在抚平基督身上的一个伤口。当我们帮助一个信徒的成长，我们正在让基督的身体成长。我常常想说，耶稣在哪里，我可以服侍他。为什么他说坐在最为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为他就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他痛苦，你陪他，你不就是在陪耶稣吗？我常常，特别是在受难周这个受难的节期，大灾节期，我常会邀请弟兄姐妹，就是可不可以陪耶稣走一段路，受苦的路？不管那个受苦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其实他就是象征着耶稣来为这些人受苦。那耶稣也在这些人的受苦身上，要我们去体会他是怎么的陪我们走这一段路。所以我们在陪自己的痛苦或陪别人的受苦的时候，其实也是让耶稣不孤单，我们一起在走这条受苦的路。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在生命当中有看到别人的苦或你的苦，绝对不要先去探究是什么造成的。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会这么苦，是不是我对上帝不够敬虔，所以他惩罚我？我说你所信的上帝跟我很不一样，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在耶稣身上所看到，就是他心疼每一个受苦，心疼。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大灾节期，接近下个月的受难，我们都可以一起，我们就一起来走这条这个连结的路，彼此连结的路，真的去体会一下，别人的苦跟我的苦是有关系，我的苦跟别人的苦有关系，耶稣的苦跟我有关，我的苦跟他有关，他绝对是在乎我，而且不是跟我谈条件。在爱里面，我们才有能够放心的如果跟神可以放心的连结，我们才能够放心的跟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连结，我们才能够放心。好，这个是一个历程，希望我们可以走这一条慢慢修复的路。我们同心的祷告。现在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许多的失落当中，我们会靠自己想要去产生连结，有时候好紧张，有时候好焦虑，有时候好孤单，因为有时候别人不一定会理我们，
我们苦苦哀求，别人还是离开我们；有时候我们用高姿态的要求，别人也不理我们。主啊，在这些靠自己的连结上面，真的好辛苦。我们渴望从你领受，从你来无条件的爱，来跟我们产生连结。主啊，就从这个连结开始，我们要领受你无条件的爱，因为只有从这样的连结，我们才可以开始跟周遭的弟兄姐妹开始连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丽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感恩奉献，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同心开口赞美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会众请起立。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
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医治，常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激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比金为平安，咱。
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有日头，也有凉凉的风，咱感谢主，互咱有一个舒适的天气。咱要来到圣殿，咱要来敬拜俄罗主。今仔日也要透过诗歌信息，咱要来伫主的面前来搁一届领受主的福音甲信息。请咱掀开咱座位前的圣诗。咱今仔日要来练2首的诗歌。第一首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咱直接来吟3节吼，第一节，来，主，我要学了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冠领，归因更你生命，主，我要学了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第二节，快点点，主，我真心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冠领，归因更你生命。主，我真心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第3节，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冠领，归因更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第3节，搁一届，路亚。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冠领，归因更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第2首圣诗72首，圣诗72首。咱伫几礼拜前有唱过大溪地的诗歌，咱今日要来唱牙买加的诗歌。咱这本新的圣诗收集了很多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风格诗歌，放伫咱这本新的圣诗内底。感谢主，咱有这个福分会当来享受无同款的唱法的诗歌，这嘛是圣诗，这嘛是上帝所赏赐的。咱要来看这首诗歌总共有6节的歌词，6节，咱要来念一解。咱第1节到副歌的时阵，咱规个念好煞。第2节开始，咱就敢若念迄个 A 段的部分 ，A 段的部分念了。第3节、第4节、第5节、第6节，安尼来念结束，咱来练习一下在歌词。煞接，咱要请圣歌队来带领咱来练习
唱两届，唱两届，第一节甲第二节，安尼。咱先来看歌词的部分。来，第一节请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我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二节，耶稣，阮伫医生手中检话望着你，伫传教士所传道理，检话听着你。第三节，耶稣，阮伫领袖心中检话认捌你。耶稣，阮伫计划难度，检话找着你。第四节，耶稣，阮伫艺术心灵，检话望着你。耶稣，阮伫建筑工程，检话看着你。第五节，耶稣，阮伫邀歌人群，检话看着你。耶稣，阮伫家仇面貌吼，即句佫一届，请。耶稣，阮伫家仇面貌，检话看着你。第六节，耶稣，阮伫细囝面貌，检话看着你。耶稣，阮伫一切受造，检话看着你。副歌，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咱请圣歌队来吟第一节甲第二节。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二节。耶稣，阮伫医生手中，检话望着你，伫传教士所传道理，检话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一节咱做伙来，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今日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二节，耶稣伫医生手中，检话望着你。传教士所传道理，检话听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三节，耶稣，阮伫领袖心中，检话认捌你。耶稣，阮伫计划难度，检话找着你。副歌，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四节，耶稣，阮伫艺术心灵，检话望着你。耶稣，阮伫建筑工程，检话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身边的众姊妹，看、听咧，关心。第五节，所阮伫邀歌人群，检话看着你。耶稣伫甲求神了，检话看着你。看你身边的众兄弟，看你
你身边的情姊妹，看听咧，关心第六站，耶稣原伫世界面貌，减会看到你，耶稣原地一切受造，减会看到你有我，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情姊妹，看听咧，关心。咱小等下要过来进副歌的所在，副歌可能两句话尔吼，啊，咱就把头抬起来了吼，我们就关心，用眼神关心我们左右的兄弟姐妹安尼。所以咱在唱副歌的时阵，我鼓励大家，也邀请大家。就把头抬起来，眼神稍微跟你的左右，就用眼神打招呼。最好5个字讲看、听咧、关心，我们就发挥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我们边唱的时候边用眼神来关心。咱来唱副歌，咱来唱两改。头抬起来，看你左右的弟兄姐妹。看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看听咧，关心副歌搁一摆，听你身边的亲兄弟，看你身边的亲姊妹，看听咧，关心。咱闭目心来开始今日的敬拜，请奏乐。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咱做个吟诗来学乐上帝，唱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请起立。观念为眼光里显
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奇妙万关灵，满有怜悯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我的你。我要用阮的心神甲诚实来敬拜你，也要尽心尽意来学罗你，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予你。感谢主的带领，互阮树林教会伫遮徛起100多年的时间，经过历代信仰坚培的努力，结出真侪美好的果子。阮也要继续伫即条道路顶面努力来跑走。也感谢主，互阮看到教育馆的兴建，也是咱社区关怀协会的事工，拢会当伫咧引带下面顺利来进行。求你继续引带，也祝福每一位参与甲侍奉的同工，还佫兄弟姊妹，互阮所做的会当继续引带佫较侪人来归荣你。荣耀你的名，搁一摆恳求主怜悯阮兄弟姊妹身体甲心灵的需要，也赏赐平安甲喜乐的灵伫阮的心中。求你圣手的医治，临到有病痛的兄弟姊妹身躯上。阮的所行所做，若是有得罪你的所在，求主赦免，互阮会当带着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也感谢主带领王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伫咧连续3天的培灵会中，用你的话来勉励阮，求主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互阮的灵命会当得到更新。阮也要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来做伙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2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做伙来启用。今日的启用是启用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启用文第62篇，我来启，请各位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着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转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做伙来，一切的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所以，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是伫咧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20节到27节。圣经伫咧第语汉字版第197页。
哥林多前书12章第20节到27节。总是担体是多多，也身躯是一个。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袂话对骹讲，我无欠用恁。毋若安尼，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袂无直；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体，咱就装他，互因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躯，只有欠缺的一法，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合，是要互百体平平相款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恁遮的是基督的身躯，随的是做体。再来，请圣歌队来赞美。赞美的诗歌是唱俄罗的歌。我们鼓励之心。
所来讲道，感谢上帝吼，引带王牧师伫咱教会设教周年的时来参加咱的培灵会，今仔日是第3天，咱有缘阁掌声拍声来感谢王牧师。所来正道的题目是伫爱中彼此结连。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伫教会的周年的即个培灵的中间，甲大家相合敬拜主。今仔日要分享的即个题目吼，甲人甲人的即个连结，其实对我来讲，现代人有侪的困难，就是甲人的连结常常出问题。我咧看即个世代，其实交通也好，联络也好，是愈来愈紧。我会记得以前咧做兵的时阵，要联络吼嘛，写批时阵也无啥物手机啦吼。出国的时嘛，拢写批吼，拢足久才会到。但是即卖的人想到啥，马上点落去，全世界拢寄会到，马上可会当直播。讲起来，人甲人好亲像距离愈来愈近。一天要去南部来回拢无问题，早起伫遮下暗伫堆安尼，请拢咧走高铁吼。但是人甲人的中间有一个足大的困难，就是距离敢若毋是问题，但是人甲人的连结出问题。有真侪人伊伫电脑顶头安尼针锋相对，安尼安尼骂来骂去啊，无共款的迄个议题安尼足侪意见，但是见着面纸毋知要讲啥。见着面纸毋知要讲啥，甚至咧开讲我伫迄个素食店看着咧开讲，嘛是两个拢翁仔某伫遐滑手机，囡仔囥伫迄婴儿车，开讲，两个拢咧看手机，毋知咧开讲啥。我感觉讲人真无法度亲像以前安尼，你要看伊目睭，要甲伊开讲，好好讲心内话，好亲像无法度，但是当写一大篇伫迄个脸书也好啦，还是对，互人看。我感觉人甲人的连结愈来愈弱，距离愈来愈近，但是连结愈来愈弱。伫即个弱的中间，咱会看到即个连结失去的时阵，人其实会开始紧张吼。所以其实连结有偌重要，人甲人的连结有偌重要。上帝创造一个人吼。当初创造亚当的时阵，伊看到伊孤单，需要有伴，所以创造夏娃，请出伊的帮衬，请出伊的陪伴。上帝将这个疼甲，就是互人疼甲疼人吼，这个连结放伫人的心中，放伫人的本性。就是讲，人若无满足的时阵，会开始出问题。这个本性是创造的时阵就互咱。你若一个人无甲人产生连结的时阵，你会破病，久来会破病。伊失去甲别人连结的时阵，迄个孤单、失落的感觉会渐渐伫心内一直出现吼。这个出现久来会变做人看伊足奇怪，伊嘛看大家足奇怪。现代人有足侪失联的人，甲人无法度连结的人。有一个姊妹。伊时常感觉讲，伊伫团体拢互人排斥。伊走去找我时讲，牧师，大家拢看我的眼神，拢敢若我足奇怪的，无啥会插我。其实，迄是伊所对心内读出来。我甲伊咧讲的过程中间，才知影讲，哇，这个姊妹甲人失联吼，已经真久啊，失去迄个连接真久啊。对什么时阵开始呢？伊一细汉的时，伊就想到足侪代志。伊甲我讲伊上印象深刻，就是伊的爸母伫伊细汉的时足无用的，爸爸伫外口咧工作，妈妈咧照顾店，干妈店。伊有一遍的印象足深刻的，伊讲自迄遍开始了，伊就无啥敢随便去麻烦伊的妈妈，因为囡仔无论快乐无论艰苦，拢足爱找老母的，敢毋是？快乐就一直要叫讲要讲代志那艰苦嘛一直要看伊抱抱安尼。伊就印象幼稚园的时阵吼，伊头前是干妈店，后壁是伊的厝。伊就伫遐家己算的足欢喜，就要甲妈妈讲。
就走去头前就讲揪妈妈的裙吼，妈妈，我甲你讲，妈妈就足客气，头一遍足客气讲，什么代志？我即摆咧无用，吼，你家己去佚佗，就甲伊掰开，爱着佮家己转去，愈想愈感觉遮欢喜的代志，无甲妈妈讲，哪会使？所以佮走去，佮家己第二遍就开始有一寡受气啊！我是甲你讲，我无用，你是无听到晓？第三遍无放弃呢，佮去救，结果就是圣洁喙配了，佮甲杀走讲，你是无看到我咧无用，你这个，互我这麻烦，你足麻烦的，甲杀走。伊讲自迄边，伊印象一直深刻，足深刻。伊讲吼，伊自迄边开始，伊有一种心，就是我是无人会介意我，我是假，我是多余的，我是假，无人会介意我，我会造成别人的无方便。所以伊咧甲人开讲吼，你若小看一个手表，还是安怎吼，伊就感觉讲我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伊会主动提出理由讲歹势吼，我无用，我爱先走。伊是因为不爱你困扰，毋是因为伊真正无用。伊感觉别人来看伊的眼神的时阵，伊感觉你可能感觉我足麻烦的，所以伊足无爱。伊甲人斗阵的时，伊拢会一直怀疑别人是看袂起伊，还是讲别人无爱甲伊斗阵。即款的心，互伊一直揪，无法度甲人产生连结。即甲人失联是足痛苦的代志。过去的经验，互伊甲人失联。但是较可怕的是啥物？人甲上帝中间的失联。上帝创造人有伊的形象伫咱的内底，迄个关系本来应该是亲密的，但是犯罪了后，亚当夏娃犯罪，要做家己，要做判官，要做判断是非的人的时阵，伊无爱倚靠上帝，伊要靠家己的时，伫迄点开始离开上帝。人的连结，毋是上帝要甲你切这个关系，是人当伊决定家己要行家己的路。无爱倚靠主的时阵，迄个连结就断去啊！伫即个断去的过程中间，咱能看到讲，人一直靠家己想要证明，总是伫历史的中间，上帝一直差派先知甲遮个人讲，转来，你活转心就好，你只要活转心就好。悔改是啥物意思？是活倒转的意思。因为罪的意思就是背离上帝，就是你用你的骹头，你的骹脚片吼来对上帝，即款就叫做罪啦，背离吼。但是悔改就是转转来就好啊，足简单。先知安尼咧邀请遮个伊的百姓讲活倒转，但是遮先知有人去用抬，去用侮辱，无人要听。人要是感觉讲靠家己较好。所以，其实尾啊，耶稣本身真做人来展现，伊要甲人产生一个连结，总是嘛去用抬。耶稣是上帝独生囝，伊只有即个上帝独生囝，甲主的疼会当完全显现，伊要用疼甲人挽回，竟然嘛去用抬死。你通看到讲，即个连结遮尔要紧，但是人若是一直倚靠家己的时阵，迄个连结会愈来愈远。譬如讲，迄个姊妹伊靠家己的方法，伊一直想要讲，看要安怎较低姿态来共拜托，看别人会听伊无？足辛苦。人的方法是啥物？一般世间人的方法，失去连结，伊会想办法要共产生连结。有的人会用强迫的方式来去威胁别人。用足强的方法，你看伫咱的新闻的中间，若迄个要分手吼，有的是用足激烈的方法。你若要甲我切断，我就要互你好看，破流霜啦，无就甲你杀死。所以迄个伤害家己，还是伤害别人，用足激烈的方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迄个连结，但是是靠家己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用足低姿态来拜托别人，这种人放弃家己的理想，
家己的主张，伊拜托别人爱听伊。有个人是足努力的表现，无论读册，无论做工课，足认真，毋望别人会当看重伊。当这一切方法拢无法度达成甲人产生连结的目的的时候，人会开始放弃家己，开始孤立家己，开始甲人无爱交叉。吼，有个人较骄傲、较高、较悬姿态的人会讲。无人会值得互我甲伊来往大家拢想过程度相差我无需要什么朋友，但是自卑的人会认为讲我无够好，所以无人会插我。这两个极端自卑甲骄傲的人。但是咱来想看卖，你会当看到圣经的中间嘛，足侪迄款。互人看轻，也是看轻家己的人，比如讲出世就青眉、太高、妓女、抽象的，伊毋是敢若互社会排斥，连因家己嘛无得接纳家己。这人用家己的方法，真正足可怕。无论你是要用正面的，我相信足侪人比别人较认真，比别人较拍拼。我伫教会中敢嘛看到，有真侪人用家己的方法要证明讲我比别人较好。法利赛人一上大的问题，毋是因无认真，因足认真，但是因就是靠人的方法，想要争取上帝对因较多的疼。袂记得一项代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甲因讲的是：上帝疼人是无条件，伊是创造人，伊嘛要无条件疼人。耶稣要展现的是这种的疼。总是这些人靠家己的方法的人讲，哪有可能啦？这个世间哪有可能讲无条件？我就是要证明嘛。所以，咱会当看到比较甲竞争，用家己的方法造成足大的困扰。无论伫什么款的团体拢共款，你会看到有人感觉家己较厉害，有人感觉家己足差。但是这拢毋是上帝爱的，上帝则无咧管你敖还是差。伊讲我要疼你，就是要疼你。你敖我嘛疼你，你差我嘛疼你。你毋免证明啊。但是这种的疼，是人用家己的方法想要证明的时阵，就会产生人甲人失去连结。因为你若认为讲我爱比别人较敖，上帝在疼我，你一定会看近遐个你感觉较无敖的人。家己较无敖的人嘛，感觉讲伊较敖，我无敖，我就欣赏别人。所以伫教会中间，为什么有人会欣赏别人的恩赐，有人会看无别人？因为拢是伫条件听内底，人失去连结，甲上帝连结。人用家己的方法，会造成比较竞争。这就是社会方法。但是伫教会，敢真正会当脱离这款世俗咧看人的迄个角度，真困难。甲上帝失去连结的方面，人嘛用尽各种方法要找回来这个连结。你看，人有迄个心呢，人有迄个宗教心，毋是无。但是人拢用家己的方法，伊有可能用石头、用茶，伊嘛是真正有迄个宗教心，想要去连结，只是伊用家己的方法，伊去刻出一个伊感觉的神要去拜，因为伊有迄个属灵的需要。但是真正的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咱中间，咱无爱甲伊结连，咱竟然会当相信家己创造出一个物件来拜伊，就会当满足我甲上帝连结。这嘛是一个人的方法产生的一个足大的困扰。我看到的是，人庙台湾大细庙一直起造，甚至连迄个什么师傅拢出来啊，迄个师傅这个前站足有名个人创作师傅，拜伊满足你甲上帝的连结。人用家己的方法，无论甲人的连结、甲上帝的连结，拢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无可能用人的方法，无可能。所以你看台湾庙愈来愈多，但是人的内心险恶、道德，敢有较好？甚至足多迄个庙宇的崇拜，甲恶道拢有关系。所以我当然想讲，人用家己的方法，无论要甲人连结，还是甲上帝连结，拢会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用人的自我中心去思考的时，你就无法度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因为上帝的心意要甲咱讲一项代志，伊的疼要产生互人
伫彼此连结的时阵，一个无条件的快乐，就是对上帝来的听。伊互你毋免惊，毋免惊讲，我若较戆，你就无爱听我；我失败，你就会甲我刑罚。这种的观念，伫足侪人的心中拢有。我伫马偕病院时，有人破病，就甲我问讲：牧师，我是毋是得罪上帝？伊互我破病，无就是吼，讲车祸是毋是？我最近拢无读圣经，所以车祸。我讲吼，那我相信的上帝，那甲你足无共款的。我所相信的上帝是愿意成做人为你死，无管你是好人歹人哦。伊无咧问你好歹哦，伊就是要救赎你，是因为听互你活倒转，毋是你活倒转，所以伊听你。咱会记哩伫圣经的中间，迄个出世，就是青梅迄个人伫约翰福音第9章，出世的青梅。啊，跟对耶稣的这学生哦，头一个看到迄个伫遐咧去食咧讨啊伊青梅嘛吼，耶稣的学生头一个关心的是啥？有人知无？伊头一个关心的毋是讲主啊求你医治伊哦，毋是哦，这学生头一句是问啥？主啊，老师啊。伊出世的青梅吼是啥人犯罪啊？是伊爸爸妈妈犯罪，还是伊犯罪？哦，耶稣足受气的。你看到一个受苦的人，你竟然咧问的是伊为什么受苦？人先来一直要问看伊为什么受苦，因为你若是受苦是家己找，我就毋免怜悯你啊。但是对耶稣来讲，伊的受苦是因为安怎受苦无重要，耶稣怜悯每一个受苦的人。有可能伊的苦是别人造成的，有可能伊的苦是伊家己造成的。但是对主来讲，伊无管你是因为什么因素，伊就是要听你。咱会记哩，伫十字架顶迄个边仔，迄个两个强盗，请问，因去用钉死是因为去用冤枉吗？无呢。伊讲咱两个人是做歹代志去用钉伫遮呢，这个人毋是呢。但是主的怜悯临到伫迄个诚实的人，毋是因为伊讲啊，主我要做好代志，我袂负，我要死啊咧，我要死啊！我一世人拢做歹代志，我要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主讲今仔日毋是你特别甲我三甲地龙。有当时我咧想讲，咱失去连结的人，咱用家己的方法，咱拢无咧想一个问题，就是，若是耶稣基督的疼，要互咱产生一个甲上帝的连结、甲人的连结，一个足大的快乐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亲近主来得到这款的疼？这是重点。耶稣基督要互人的疼，是要针对每一个人受伤的人，要互咱无条件的疼。但是咱拢甲家己讲条件，甲别人讲条件。耶稣无甲伊讲你需要做什么，我才要听你。耶稣伫所有的医治内面，只有问一个：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各位兄弟姊妹，那这个失去连结的社会，失去连结人甲人失去连结信任的社会，那耶稣问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我甲迄个失去连结的姊妹讲：耶稣今日要问讲：爱我为你做什么？这个姊妹甲我讲，我爱伊无条件会听入到伫我的心中，因为我已经受过，我已经自细汉已经感觉听拢大有条件。我爱主的听，直接甲我讲，我无仰望伊，佫甲我撒开，足烦的。我无仰望别人迄款的讲条件的听，乖的人才会当得听。会晓家己会晓想，家己会晓做的人，才得人听。爱我为你做什么？当耶稣咧问咱每一个人讲，爱我为你做什么时，咱是毋是有足清楚知影讲，主啊，我需要你的听来，互我产生连结，佮一遍定心甲主连结，佮一遍才有可能甲兄弟姊妹连结。我听着足侪人甲我讲啊，这教会哦无听，我讲毋通讲教会无听。你若愿意，你会当先得到听，因为你本身就是失联的人啊。若是咱本身是失联的人，咱愿意得到听，咱毋才有可能彼此相听。迄个连结毋是一种要求，是一种邀请。咱咧看讲，
咱疼，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疼咱。但是这个先疼咱，这个经验，若毋是一直每一天发生伫你甲我的中间，咱若毋是逐工去领受着主的疼，咱哪有可能甲别人连结？咱勉强咱家己甲别人连结是足痛苦的代志。但是今仔日你若是不断领受这个对主内的疼、无条件的疼，你咧看别人的时阵，你绝对毋是咧讲条件，你咧想的是讲伊需要啥，伊欠啥，毋是伊的缺点是啥，是伊欠啥。伫主的疼内底，互咱每一个人的心无共款，因为咱甲主连结的是，咱就会知影咱会望着上帝的心。咱会知影讲，耶稣咧看世间人，甲咱以前咧看是无共。以前咧看的是你做偌好，值得人听。即摆毋是，因为我无管我好无好，伊拢听我，所以我毋才有可能有即种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兄弟姊妹的需要是啥物。我才无咧管你好啊歹，你有需要无？若有需要，我为你祈祷。迄个听若伫内底的时阵，你看会着别人的需要。所以具体的关系毋是命令会当做出来，具体的关系是一个邀请。我伫圣经中咧看到讲，恁来彼此相听，咱拢一直咧强调迄个彼此相听。但是我一直咧想的就是，你爱听人，亲像家己。哇，听人亲像家己。请问，听别人的基础伫倒位？听什么人？爱先听什么人？你若袂晓听家己人，请问你安怎听别人？我有当时咧感觉讲听足痛苦的，就是吼，迄若自我要求足悬的人，你上好吼，毋通互伊听着。你若互伊听着足痛苦的，因为伊自我要求足悬的啊，伊就用标准来听你啊。但是若是一个无条件的听的人，伊接受着。伊就知影讲，伊咧看别人的需要时，伊毋是先问讲你值得我听你无？毋是，是爱我为你做甚物？爱我为你做甚物？即种的听会当造成伫圣经所讲的，照着各体百体的功用来彼此互相扶持甲帮衬。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是诚做即个肢体。耶稣基督是迄个身躯，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伫主的听内面彼此连结，慢慢会成长。所以这款的观念，我邀请兄弟姊妹思考，属灵教会伫你的心中，咱来思考看卖。若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躯的时阵，你来想看卖，这个身躯即马是甚物款的身躯？是百体连结了，真好势。互相会当关心了解，像头拄咧唱迄条歌，咱练习的时候，看若要唱迄条歌，要伫倒位找到耶稣基督啊？伫你的身边，你会看到需要的人，耶稣伫遐。当咱咧服侍一个兄弟还是姊妹的时阵，咱咧服侍耶稣基督。所以有当时我咧陪伴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其实我咧陪伴一个人，伊咧讲伊的受苦，我想到的是耶稣甲伊同受苦。所以咧陪伴即个兄弟也是姊妹时，我嘛咧陪耶稣基督咧受苦。咱若有即个领受，咱会知影讲，其实听无遐尼困难，听毋是你爱去证明的，听是一个领受，毋是一个领受啦吼。你愿意人领受，我甲足侪兄弟姊妹讲，听是互愿意，上帝听是互愿意的人，毋是互熬的人，毋是互努力的人，是愿意的人。耶稣讲，受伤破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来这个世间要超找遐需要的人。我看到是每一个人拢需要，因为无管你是比人较好，还是比人较差，每一个人拢需要，拢需要主的听来连接伫伊的顶面。我用一个例来做结束。有一个兄弟吼，伊毋是基督徒啦吼，我最近咧关心一个团体，拢是迄个幼稚园的家长吼，因这团体组织，父母会当组织，有当时就会关心这个团体。其中一个爸爸吼，伊是一个足认真佮拍拼的工作的一个爸爸，吼，
趁真侪钱，嘛足认真，差不多休困的时候，嘛咧想讲工作要安怎创，伊是足。但是甲厝的关系无真好，囡仔无啥爱活伊，囡仔足细汉的，幼稚园无爱活伊。太太呢，感觉伊足无聊，不会聊天的，袂晓聊天的啦，就干那晓工作尔。啥物拢工作取向赚钱第一安尼。因为伊讲要互厝的好过。这个先生就甲我问一个问题，讲我感觉我愈努力疼愈离开我呢。我愈努力疼愈离开我。那甲阮太太讲无话，甲囡仔无爱活我。我讲，你爱领受的，你咧讲的这是你做足侪代志。我咧讲的是，你对疼有啥物了解无？疼。我咧听伊故事的时，我才知影讲，哇，伊对疼有一个足大的曲解我问讲你过去你感觉你想到疼你会想到啥？伊讲，哇，你讲阮阿公上疼我，阮爸爸嘛足疼我，因为我是大囝佮大孙，我佮教读册，拢毋捌互因失望过。我讲，所以呢，你心内的惊吓是啥？你知无？伊讲，若无教好，因会失望啊。所以，伊成功的溃来是对倒来，是对疼还是对惊吓？对惊吓。伊当伊咧，我来甲伊讲你无法度放心，互人疼，因为别人对你的期待足悬，讹了足悬，但是你足惊的，你无法度互因满意。伊开始哭呢，伊开始哭。我讲你压力遮大，你无法度享受疼，是因为你认为疼是爱努力到一个程度，才值得人疼，敢毋是？伊甲我讲一句话，我为伊祈祷了我拢会为人服侍祈祷，无管伊是毋是基督徒。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我说我这结婚20年，差不多10几年来的这个困扰我今仔日有一个大的石头落去。伊讲伊一定毋知影，伊愈努力来疼离开伊愈远，因为伊曲解，伊对疼有一个足大的曲解，就是我爱努力，人才会疼我。我甲讲一句我讲即款的疼是足恐怖的。若是我著甲伊介绍，因为我有咧带即个小组嘛拢会甲因读圣经的为因祈祷，所以因嘛知影一寡圣经的道理。我讲我讲耶稣的疼无甲你讲条件，伊就是要疼你。你若领受，你的生命会改变。真正迄祈祷了转去过2礼拜伊甲我讲啥呢？伊讲即摆阮的囡仔会来找我抱啊呢。我讲感谢主啊！我讲你知影安怎改变未？伊讲嘛毋知咧。我就一石头落去了，我加足轻松的，所以可能是因为轻松所以袂扮一个脸孔袂要求足多所以囡仔足爱我的。迄生命的改变看会到，所以我咧讲，其实各位兄弟，咱真正爱去思考的，就是咱讲真侪道理伫咱的信仰的中间有足侪道理，互咱去讲，但是较侪的是咱的生命是毋是去经历迄真简单的疼？咱有可能信主真久，但是咱是毋是伫即个基督的即个团体中间，会当诚实来面对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咱去听到心内迄个欠缺、惊吓？咱对疼的曲解，有可能阻止耶稣疼咱。因为咱过去的条件有可能，耶稣要疼你的时，你无相信，你还佫家己咧甲家己当条件，所以尾仔伊甲我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感动啦。伊讲牧师，我感觉我以前拢认为我所疼的人拢背叛我，背叛我啦伊尾仔伊讲我感觉真正背叛我的是啥物人？你知无？伊讲是伊家己啦，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就是一直自我要求，足惊家己无法度满意，所以其实是苦毒家己。伊讲原来我需要甲家己和解啦，毋是基督徒，但是讲出即个话，互我足感动。人若知影讲，咱需要甲家己和解，咱需要伫受苦中间得到主无条件的疼的人。
才会知影讲，要甲人肢体连接，咱若无甲上帝连接，伫听的中间，无条件的听的中间，咱太讨有可能甲人连接。所以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来领受，无论你过去安怎认为听是有条件，我无管。但是咱当先是甲主讲，主，我过去甲家己讲条件，但是这足受伤的，求主你来医治我，我需要你的听，无条件的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因为有这个福分，互阮坐伫这个所在，是因为你的听吸引阮来到这个所在。主，阮坐伫这个所在，毋是一个传统，毋是干那一个仪式，阮来是要拄着主，要甲主相拄伫这个所在。主啊，阮对过去对听有足多无共款的想法，因为有当时阮是因为认为努力的人才有值得人听，好的人才值得人听，水的人才值得人听，比较赢的人才值得人学落甲听。主啊，但是阮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阮感觉足忝的，因为当听是需要即款清楚的时阵，人甲人的中间是足歹会当连接做一伙，安心连接做一伙。因为只要连接就开始比较，只要连接就开始感觉别人会威胁着我，别人咧论断我。主啊，这种的惊吓，互阮足无自由。恳求主会当互阮诚实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你对阮的听。每一个肢体是伫你的面前，拢需要你的听来医治。互阮搁一遍放伫这个身躯的时阵，会当放心来做阮应该做的代志。主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听惜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帮助阮不断伫听的中间互相连接，甲主你马上甲连接。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咱做伙来吟圣诗第72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请起立。副歌已经会晓背啊，副歌已经会晓背啊。
富怪的时阵，唔通阁看信息，看你边仔的人，看你身躯边的人吼。请坐，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的是请金献做偌济。请起立。请坐，请掀开周报第2面，咱做伙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大家做伙读2遍。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恁遮的是基督的身躯，随的是做体。咱做伙来读。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恁遮的是基督的身躯，随的是做体。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恁遮的是基督的身躯，随的是做体。咱来欢迎第一次来咱教会兄弟姊妹，第一位是刘正群弟兄。兄弟，请起立，我来欢迎。咱坐最后一排遐吼。好，请坐。伊吼老兄弟是伫个旧年几月岁咧？正阳兄，你会记岁咧时阵是倒一天无？伫个病吼，对，伫家护病房，伊是伫个家护病房的时阵洗礼吼。坦白讲，我迄阵啊想讲，上帝安怎要做这个事吼？结果按家护病房到普通病房啊，倒转去厝的。今仔日是伊第一届入去基督教会耶稣庙啦吼，所以咱真欢迎伊今仔日咱中间欢迎。
啊，其他毋知阁有第一次来咱教会聚会兄弟姊妹嘛，请你起立，互阮来欢迎你。好，那么安尼，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的事工。3月风行铃声会当到交大道，也是办公室尾。后礼拜主日是儿童主日，嘛是台南新学院的红系主日。102年度第一学期奖学金开始申请到3月31号为止。3月30号暗时8点，伫本会举办台北中会北义区耶稣受难纪念礼拜，请兄弟踊跃参加。4月1号是国外节主日，早起6点半伫美伦公园举办朝阳礼拜，要参加的人请到交大道报名。本会伫4月1号国外节举办新礼典，若有要洗礼的人，请办公室报名，以及准备心参加下导班。以下是目前报名的名单，请兄弟来到。本会定伫个4月1号下晡1点举办树林教会信徒联合对书礼拜，要参加的家庭请伫个3月18号进前往办公室报名。国内底选已经开始报名，若有要参加新闻也是树林服务队的同工，请到交大道摕报名表。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继续带到甲奉献。以下是关怀协会相关的活动，欢迎邀请社区的朋友做阵来参加。3月30号早起9点半，台北中会商业部伫北角教会举办为主受男圣餐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弟伫3月19号进前报名缴费。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到关注安慰甲医治。好几点补充报告吼。第一点是下晡1点，伫个咱礼拜堂有举行团契会计演习会，所以请各团契会计吼准时来出席。第二点是一个真毋甘的消息，就是咱廖春英姊的大姑。林慈锦姊妹伫个3月初10安享，目前有定是后礼拜日3月18下晡1点，伫个第一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也请上帝安慰为主。第三点是迄个咱请上年的兄弟姊妹，礼拜煞留步吼，伫个咱礼拜堂遮小等者。即马请咱安迪兄弟来报告今年校内底选的相关的事工。兄弟姊妹平安。拍摄，因为我的台语无遮尔好，所以我用国语来报告。那今年呢，我们国内短宣的总召就是我，然后我叫安迪。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短宣队的名字叫做新温士林服务队。那这跟过往的新温或是士林的，我刚说服务队还是福音队？我刚说服务队嘛，所以过往是福音队。对，但是为什么要改成服务队呢？因为我们今年要做一个突破，我们想要邀请青少年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不管是少气或是亲戚的青少年们，来邀请他们班上的同学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务队。那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他们缺乏着一个，我们啦，因为我也是青少年，我们缺乏着一个机会去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来教会。那希望借着这次的服务队，我们可以让被宣教的对象不仅是参与这个营队的小朋友，那同时也是我们一起来服务的好朋友们。那为什么要改名成服务队呢？过往我们是福音队，那福音队这个名字可能对外界来说会比较的接受度比较低，那同时也比较不容易吸引学生，因为大家听到福音就会想到教会，就会想到基督教这种宗教性比较高的一些词语。那我们改成服务队之后，那其实服务队是
各个高中或是国中都非常熟知的一个名字。他们通过去不管是偏乡或是一些机构的服务，然后让同学们可以有更多的学习。那透过这个服务队呢，我们也可以有更正当的理由，可以发给现在国高中生都需要的服务时数。那服务队这个名字，同时也是平易近人，那接受度较高的。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就是借由陪伴孩子，陪伴我们邀进来的新朋友，然后建立关系，最后保持联系，做后续的跟进，比如说教会的其他的活动，也可以有一个很正当的名义来邀请他们继续来参加。那今年呢，我们主办单位，我们这个服务队的主办单位是士林全人关怀协会，也就是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协会。那协办的单位呢是飞扬青年中心。飞扬青年中心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校园团契，那他们在各个校园都有很好的宣教的事工。那他们同时对于服务队也有非常良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请他们来就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也来学习。那大家可以看到红字就是特别重要的地方，也是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来帮忙的地方。我们需要非常庞大的同工群来完成这个服务队，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就可以去到那个报道桌，拿我们报道桌不是到招待桌，对不起，招待桌拿我们的报名表回去邀请不管是你们家里的国高中生，或是你们认识的国高中生，都可以去邀请他。那现在来报告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度。在新温场和士林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国高中生那个红色的字，其实就是想要大家帮忙一起邀请的目标。那对于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来说，这个名额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大家想报就可以报。那我们对于外界的名额有一个管控。那大家可以看到新温场是10位，那士林场是25位，就希望大家不论是在学校教课的老师，或是可能补习班的学生，大家都可以拿这张报名表，然后一起去邀请他们。今年的主题是认识自我加上情绪的管理。那其实服务队或是我们过往的福音队能学到的东西，不只是在信仰上的成长，那在活动规划、人际沟通以及组织能力、教案设计，这些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也是我们服务队非常就能够学习的地方。所以通过实际的参与服务队，我们能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就在鼓励，请大家也鼓励，就是家里的国高中生，在暑假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参加服务队。那如果您的年纪已经离国高中生有点距离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也是欢迎你一起来参加。那我们有非常多预备的工作，或是比如说准备餐点，或是一些接送的工作，都可以由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那最后就请大家到招待桌拿取这个报名表。那可以不用很省，就是一人拿1张这样子。我们有印了500张，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拿个2-3张，2-3张一起去邀请大家。那希望上帝借着这个服务队能够使用我们，然后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谢谢大家。好，再来公道，请牧师。这20年踮咧台湾的教会，咱咧学习一个功课，咱叫做双福、双福，2个福就对啦哈。一个叫福音，一个叫做福利，一个叫福音，一个叫福利。通过福利，互人听到福音；通过福音，互人的生命改变，得到更较深真实的福利。所以咱咧讲叫做双福。所以对安尼，咱会看到教会有真侪策略的改变，亲像亲像咱拄仔咧讲的福音队，安迪咧甲咱报告，讲咱今年的福音队，咱叫做服务队，咱是以前是士林教会主办，然后阁有啥物款的单位，咱做阵来合办。今年同款是士林教会主办，是敢若士林教会咱即个名，另外一边叫做士林关怀协会，
树林专人关怀协会，所以你拄啊若看伊会图顶头讲主办单位除了飞扬，其实就是咱树林教会，啊，毋过咱外对外，互人会当较亲近，咱用树林专人关怀协会，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即个世代，通过各种的方法，亲像保罗踮咧哥林多前书甲咱提醒。伫什么款的人中间，我就成做什么款的人，通互人领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咱这个时阵，要主来恳求，将你家己心内想要甲主讲的话，伊讲。昨暗8点回了，有一个姊妹讲牧师啊，我若定定吼，最近定定暗时困的时阵，拢会迷茫。暗说要出去叫客停的，拢叫无呢，无人要停啊，无人要互我坐啊。暗说看落会惊安尼吼，伊讲我几落工暗时吼拢忙去坐。我讲吼，这你敢若会当甲上帝求，因为上帝要互咱的是啥？是要互咱青翠的草坡，是要互咱安静的水边。伊毋是要互咱踮伫个黑暗的世界找无，连客停车都找无，表示讲你毋知要走去倒啦，无人要甲你载啊。伊讲无人要甲我渡咯，我讲你放心，上帝甲你抱伫伊的怀抱。昨暗伊马上就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安怎？我无欠客。你要带我到青翠的草坡，要互我会当踮伫安静的水边。咱即时起立，开咱的心，开咱的嘴，来领受你家己对上帝求，迄个无条件的听。会当搁一摆临到伫你的性命，临到伫你的家庭，临到伫你即摆处境的中间。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领受到结果的听，吩咐你因错过去，主是。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通过圣神，用讲袂出的吐开为着阮祈祷，通互阮会当甲天父上帝你三结连，来领受你迄款奇妙无条件的听。阮嘛要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通过你即款的听，含阮四周围的人三连结，因为只有阮结连斗阵，迄个听要搁较丰富。要搁较深，也搁较快，亲像你所应允的，通过耶稣基督所予我的听，是长快深，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主啊，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你的圣手，恳求你的听，搁一摆来摸着阮的心，互阮会当完全幸福，领受你的慈爱甲怜悯，拢无离开阮。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首愿上主大仁爱，今时煞请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引带医治，甲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